做時裝租賃生意嘅朋友，究竟點樣可以透過一啲影片嘅內容去提升自己嘅生意，增加曝光，同埋做好自己嘅個人品牌呢？就咁將一啲可以租嘅衫擺上去就人人都識啦，但係呢，做到呢一個效果就唔係人人都做到啦。見到呢條片呢，其實佢係有差唔多2000幾萬咁多嘅收視，點解可以做得到呢？除咗係講緊呢，你聽到個音樂呢好有優美嘅感覺之外呢，神秘嘅感覺之外呢，其實你會見到有好多一啲引人入勝嘅 factors 嘅，例如究竟呢一種嘅紫色啦、光亮面嘅布呢係乜嘢嘅材料嚟嘅呢？一邊做嘅時候有一種做手工嘅快感啦，有種做手作仔嘅得意嘅感覺，吸引人睇落去，同埋睇下最尾條裙會整成點嘅。每個人都有所唔同啦，每個人可以分享嘅專業知識都唔同嘅。如果你都想知道屬於你嘅爆紅方程式係啲乜嘢嘅話呢，歡迎你揾我可以設計專屬於你嘅爆紅方程式。無論你係運動教練啦，無論你係中小企嘅老闆啦，定係一啲租賃生意嘅老闆都好，總之你係有你嘅行業，你有你生意嘅做呢，我就可以幫你設計屬於你嘅爆紅方程式啦。立即 comment 爆紅，揾我傾下。